我用咗10年嚟學習點樣煲一煲完美嘅皮蛋瘦肉粥。呢條視頻用1分鐘將全部技巧話俾你知。呢個又係一碗港式經典皮蛋瘦肉粥嘅保姆級教程。我哋先嚟處理下啲米，洗乾淨之後瀝乾水分。呢度係第一個秘訣。皮蛋剝殼之後切一半，直接放落啲米度，然後用羹或者用你隻手徹底將佢揸碎，令到每一粒米都均勻咁裹上皮蛋嘅精華。再加啲花生油，就咁樣靜置醃製10分鐘以上。呢個小技巧可以令到米粒更快煲開，而且粥底會融合咗皮蛋濃郁嘅底味，特別香。煲粥煲湯我都中意落啲瑤柱，天然嘅鮮味劑。我呢度已經提前浸好咗啦，輕輕一搣就變成瑤柱絲。就肉剁碎或者打碎，加入薑絲、鹽、糖同生粉揸勻之後，呢度係第二個秘訣，少量多次加入清水，一路加一路攪拌，令到水分完全食入啲肉度。咁樣處理過嘅肉落鑊之後唔會結成一嚿，而且絕對唔會柴。食材都準備好晒啦，我哋開始煲粥。水滾落入我哋醃好嘅皮蛋米同埋瑤柱，大火煮滾之後轉中細火，保持佢一個沸騰嘅狀態，蓋煲30分鐘。見到米粒完全開花，粥底亦都變得綿密，我哋加入肉碎，按照頭先講嘅方法處理過嘅肉碎一攪就散，可以令佢快速均勻受熱。將剩低嘅另外一個皮蛋切成細嚿，亦都放入粥入邊，粥底融入咗皮蛋香，又可以食到皮蛋嘅口感。最後根據口味加鹽同白胡椒粉調味就可以關火啦。我仲中意加幾滴麻油，提香神氣。入口綿滑，瘦肉同瑤柱嘅鮮甜加埋皮蛋香，每一啖都係地道嘅港式風味。記住啦，還原港式家常味就係咁簡單。我係黃小嘉，下期再見。